同100幾名嘅女性保持曖昧關係，假飛行員徐某落網。而家嘅詐騙手法真係層出不窮，日常見到冒認親人朋友嘅案例多。最近有單冒認軍人嘅新聞，當然最後都係法網難逃。據央視軍視31號消息，冒充現役飛行員，編造駕駛殲赴16戰機受傷嘅英雄故事，步步設局，層層偽裝，欺騙多位女性。騙子之中嘅海王拉咗，假冒現役飛行員，一人分析3個角色實施詐騙。通常劇情都係咁，用其他自己嘅賬號推波助瀾，增加件事嘅真實性。事件回顧：山東煙台嘅陳女士同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男友徐某透過介紹式，唔知係咁嘅方式介紹。如果當面介紹咗，中間介紹人又係咪知係冒認呢？同徐某相戀無耐，陳女士就遭到勒索。一個名叫白宇喺陌生賬號，以掌握陳女士嘅私密影片為由，要求20萬。同人相戀真係唔可以隨便影咩？留念寫真，就算唔係騙子，第日反面都難免成為把柄。最後，陳女士同男友徐某決定夾份出20萬，由徐某拎俾白宇。點知陳女士佢睇到唔夠幾日，男友同白宇竟然一齊消失，佢得手嘅唔消失就奇啦。陳女士決定報案，山東省煙台市公安局支糅分局民警迅速展開行動，跟住調查深入，線索接連湧現。而背後隱藏嘅真相，比陳女士想象中更加驚心。網上唔一定真實，3個賬號都係由犯罪嫌疑人徐某註冊同使用。徐某先冒充介紹人身份，原來係網上詐騙，先用一個賬號冒認中間人，再用另一個賬號成為主角，物色女性目標，並以我細佬係飛行員，好中意你為由嚟到對方微信號，跟住以現役飛行員徐某嘅身份同對方建立戀愛關係，最後再註冊另一個微信賬號，化身成神秘勒索者白宇。呢3個角色背後一直都只係徐某一個人，精心編織軍人身份，編造保護戰機受傷故事。警方了解到喺交往過程中，徐某精心編造咗一套完整嘅軍人身份。佢唔單止佢聊天度頻頻向陳女士傳送所謂軍官證、相片、軍營生活同埋訓練影像，借此竊取對方信任，甚至約會時都不斷向對方傳達自己係軍人嘅信號。受害人否白。陳女士表示，佢朋友圈有飛行嘅相，仲有部隊嘅相、飛機嘅相，我就感覺有真實，幾崇拜嘅。陳女士亦曾經對徐某嘅軍人身份有懷疑，但都被佢以涉及軍事機密或者部隊有規定，冇理由敷衍過去。徐某甚至編造咗一個英雄故事，話佢之前駕駛殲赴16出嘅事故，為咗保護飛機受傷，一直喺地方養傷，睇返部隊。後嚟經民警同軍方核實，犯罪嫌疑人徐某根本唔係咩飛行員，亦從來冇入過伍。法網難逃，以軍人身份欺騙多位女性，受到法律制裁。掌握犯罪證據後，民警迅速展開抓捕。徐某被拉嘅時候，身上仲着住體能訓練服，當場搜出佩戴中尉領章嘅叢林迷彩一套、軍用體能訓練服一套。經審訊查明，犯罪嫌疑人徐某今年23歲，真實身份係一名廚師。俾佢以軍人身份欺騙嘅女性，遠遠唔止陳女士一個。經查看徐某微信，發現佢同100幾名女性保持曖昧關係，從中揾詐騙對象，堪稱騙子之中嘅海王。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敲詐勒索罪同冒充軍人招搖撞騙罪，已經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。所以大家唔理咗現實生活或者網上交友好，喺未確定件事之前，千祈要保護好自己，唔係最後都係自己受害。對於呢件事，你又有咩睇法呢？